这是要来强调上帝的话，圣经记载新约，约翰福音第1章43到51节，约翰福音第1章43到51节，话本是126页，新华译本是146页。现着我来读43节。过几日，耶稣要去加利利，拄着腓力，就甲伊讲对我。腓力是伯赛大的人，甲安德烈、彼得同城。腓力拄着拿但业，就甲伊讲：摩西记的律法，甲遮的先知所记的，阮已经拄着伊，就是约瑟的囝拿撒勒人耶稣。拿但业甲伊讲：拿撒勒检会出啥物好物吗？腓力讲：来看。耶稣看见拿但业，就近伊，就指伊讲：你看，真正是以色列人心无开闊的。拿但业甲伊讲：对倒落捌我。耶稣讲：腓力也袂叫你，你伫无花果树骹，我已经看见你啦。拿但业对伊讲：rabbi，你就是上帝的囝，你就是以色列的王。耶稣因伊讲：因为我甲你讲，我已经看见你伫无花果树骹，你就信吗？你要看见代志比遮个较大个。佮甲伊讲，我实实甲恁讲，恁要看见天开，上帝的天使降落伫恁主的顶面。以上，即是要请本堂题目师来讲道，所讲的题目是人际歌手第4讲，肯定歌手，肯定歌手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慈悲听当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，当年阮平安经过一礼拜，也是主日有福气会当来敬拜你。求主你的灵甲阮送甲做伙，你显示阮有谦卑、敬虔、顺服的心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。也显示阮有属灵智慧，开阮的心门，互阮会当明白。阮安尼祈祷、恳求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大家平安。你可能感觉奇怪，咱为虾米今仔日头前有一个台啊伫咧，佮有中佮走一条线出来吼？即个表示讲，咱伫今年中间有一个主题，就是要有一个叫做戏剧的这种报道，就透过演戏的方法来报道。那报道有几啊种方法，有音乐报道，有人做见证报道，有讲道报道，拢总有。但是最近3年前以前的时阵，有伫美国有一个叫做审判屋 （Judgment House）， 因伫迄所在伫美国做了真成功，然后伊就望当推广到伫台湾来，啥物会当用这种戏剧的这种方式来报道。原来的方式是为甲即个整个要搬甲分做9站伫咧，所以人就连续一直行就好，每一站的人干那搬伊迄个部分，甲伊的即个信息要讲出来部分，然后行到煞的时阵。甲即个拢搬煞，所以会当陆续人一直行一直行，每一个叫差不多5分钟等等遮个，所以会当有真侪人，有真侪人会当行去，免讲一场煞，佮一点钟煞，佮1点钟安尼的意思。伊用的方式就是讲，人伫即个平常时的生活中间，有人就感觉伊做了真好势，但是有人就是感觉真无好，真需要主来帮助伊，有信主，有无信主。然后伫一个意外中间，遮个人拢总过身去，不管是地动也好，对种意外，然后到伫要到天堂还是地狱，是有一个审判的所在。伫个审判的所在，伫遐来判断，什么人会当上天堂，什么人袂当上天堂，伫遐产生真大的一种震撼力伫咧。遐本来认为讲家己是真好势的，伊就是感觉伊行了做一寡好事的人，竟然袂当入去天堂。迄看起无讲真好，但是伊就单单信靠主耶稣，伊就会当到伫天堂，伫遐引起一种安尼真大一种张力伫咧。伫迄所在有讲真侪即个咱圣经中间的真理，互人知影。透过演技方法会当知影。尾后因咱即所在无办法，即个狗的景伫咧时，尾后因发展出一个景就好，亲像安尼，然后有即个幕甲关起来，因个换景，然后去开即种方式，嘛会使达成迄个目标。所以伫即时阵，咱就对今年开始来学习讲，毋望咱会当招着教育的人，愿意来投身伫即种的，然后来练习，爱排时间，伫遐来开始训练，爱背代词等等遮个，
咱已经按算就是来即个拜六，伫即个所在要来演。下昼已经，咱看遮有足侪器具伫咧，就是要最后一摆即种彩排伫咧。咱看见有遮尔侪即物件伫咧，毋是咱教会的，这是为美国迄个教会伊来援助咱。伊嘛毋茫讲咱伫台湾当推广，会当最有好势，会当搁较侪人因为安尼会当来信主。这是咱今年中间的一个重要重点，就是伫社区中间要安怎去传福音。咱搁一个重点是，咱要发一个叫做社区报，就是报纸。咱定定讲，咱要成做一个社区的教会，咱有三个即个站处伫遐。头一是讲，人爱知影有咱教会伫遮。第二，咱爱认同咱所有伫遮在做代志，伊毋是伫迄个所在咧反对，是认同。第三，咱会用影响着因。但是咱一直感觉咱开力敢若非常的衰。因为咱不管咱做啥物中华路之美也好，咱有圣诞老公公伫遐咧游街啊，咱有到圆白伫遐有即个圣诞晚会，咱伫遮嘛举行圣诞晚会，邀请人入来，然后亲像即个影响力非常的衰。咱发现讲，这只不过是咱家己的一个部分，咱愿意安尼做来定。对方根本就袂当去感受，无即个互动伫咧。虽然讲有需要去进一步来。所以咱准备要发行一个报纸共款，咱一开始当然无遐尼复杂，咱讲一张 A3的纸安尼来定。啊，今仔日透早我已经看见即个初稿已经出来，咱按算伫拜六的时阵，咱就第一创刊号就会出来，咱就要分落去。咱嘛，咱的社区嘛已经围出来，咱的社区就是即个铁路的即边，一直到伫三民路安尼甲围起来，即个半圆内底，遮拢是咱头一步即个社区，咱开始调查，伫即社区中间有偌侪学校，有偌侪公立的即种机关，啊有偌侪什物遐重点，即个行业等等，遮有偌侪人，有几个里，咱拢去做即种调查了，然后开始有请咱有麻烦人来做即个总编的时阵，伊就开始定讲咱第一期到底是要创啥？等等，遮就开始有一寡记者，咱拢是，遮拢是志工吼去做遮个。凯安是咱的即个总编吼，伫遐做遮个代志了，当收集倒转来，咱已经有第一版要来发行伫咧，按算伫即个拜六。所以伫即拜六是对咱来讲是一个真大，咱的一点突破伫咧。当咱做遮是要创啥物？咱就是要来实现，伫马太福音28章18节伫遐甲咱讲。主要所要就天的前甲咱讲，你要万百姓成做伊的学生，所以咱必须要去传福音。你人才有办法去接受着福音，才会当成做主的学生。所以社区报也好，社区这四极的这种报道嘛，是拢共款是做遮个代志。甚至永安伫咱这个所在有林书豪青少年之夜，咱教会嘛，成做是个网络直播的点伫咧。那么这消息报出，嘛已经有教会人讲，因愿意要带人来咱这个所在，互人会当接受，愈侪接受福音的机会的时阵，福音就愈容易会当传出去。这是咱成做主的学生是应该做的。换一个角度来看，咱人家己个人到底爱做啥物？咱个人就爱嘛是爱去传福音。但是咱那个人甲人中间，咱若无真好的关系时，咱免会当去传福音。所以咱伫咧学习讲，咱毋茫当讲做人际关系高手。当咱来讲迄个人际关系高手时，咱才有机会会当向人伫迄个所在来传福音。咱知这是上帝即个心意伫咧，伊的心意毋茫咱会当去传福音，所以毋茫咱会当提高咱的人际关系即个能力伫咧。咱才会当去完成这个大使命，所以咱毋茫透过5个这个礼拜，咱已经行过3个礼拜，就是3月17、4月2到4月16，有讲到关系，讲到角色，讲到尊贵。今仔日咱要讲到这个肯定，后回咱去讲到这个饶恕的部分。当然做一个简单的复习伫咧。第一段的是咱讲到这个关系高手，咱讲的就是亚当甲夏娃。当上帝看亚当家己一人无好，就伫迄个。就伫遐去创造即个夏娃出来。当亚当看到夏娃头一话就讲：你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这是何等啊亲密，何等啊尊重，看即个妇人人最重要。
但是无拍算，即个夏娃去食即个善恶果了的时阵，上帝咧找伊的时，因闭起来，然后上帝甲伊问的时阵，伊讲，就是你创造迄个查某人啊，本来是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为什么变做安尼去？因为伊已经背弃了上帝的心意，所以人甲上帝的关系若无好的时阵，人甲人的中间自然就无好去。咱需要主来帮助咱。咱甲上帝有即个好关系心，咱在咱学习伊的下面的心，咱学习伊是个真理的心，一个知影啥物才是真正对，啥物才是真正毋对，毋是咱个人的喜好那定。所以咱若甲上帝关系好的时，伊就帮助咱拆离咱甲人中间的即种围墙伫咧。互咱甲上帝关系若和谐，咱甲人的关系就和谐一个。你要有甲人有一个好关系时，倒转甲上帝来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是哩个主耶稣顶伫中间的时阵，留伊保护，互咱上帝甲人关系透过主耶稣会当更好。人甲人左右，即人甲人嘛是透过主耶稣，才有一个亲密正确即个关系的。第二讲的是咱讲到即个角色歌手，咱讲的圣经在是讲有一个抽象叫做利未。以后以色列人眼中，伊是一个罪人，未得救的人，因为伊伫遐无帮助伊家己的百姓，颠倒为着罗马政府伫遐咧抽象，抽因遮百姓的人。但是伫上帝眼光的时阵，主耶稣竟然拣选伊成做12个学生之一。即个利未就是写马太福音的即个马太。所以人的角色到底安怎？是家己认定，还是别人认定？无，乃是上帝安怎来认定你？咱的角色的定位，毋是在于咱，还是别人咧看咱，乃是上帝安怎来认定咱。所以咱需要来改变咱的一寡偏见伫咧。咱不再看人外表，咱就甲认定到底是安怎。咱应该将伊交代伫主的面前。互伊家己会当来知主伫伊的生命中间，到底要互伊的命定是甚物？所以咱需要搬过咱的传统、咱的经验、咱的固执、咱的偏见，咱遮毋敢咱单单的挖靠主就好。每一人拢安尼做时，伊就会当讲到伫主的面前，伊就领受伊的角色到底是甚物？伊就会当活出主伫你命中的这个角色。真侪人会怀疑讲，到底上帝创造我是要创啥物？我敢若无领受到即个上帝对我的命定是啥物？咱基督徒其实会当非常清楚，因为咱的价值观叫做因神益人。你伫任何角色中间，你有荣光上帝无？你有上帝的名得到荣光无？你有对别人诚做利益无？咱举例来讲，咱像讲坐伫咱头前，遮拢是学生。伊伫学生中间的时，去到学校，伊就是学生。伊对老师的态度，对学习的程度，伊对同学中间的互动，伊有荣光上帝有利益人无？还是互人眼中看讲，啊，你哪会安尼看起来咱无像一个基督徒无？安尼当然咱就无荣光上帝，也无互人得到利益。但是人讲，莫怪我感觉你就是有敢若无共款，原来你就是基督徒。你就感觉你因为你的即个所做，你就互人上帝名得到荣光。倒转到厝里的时，伊是人的囝儿，伫囝儿中间，伊安怎孝敬父母，安怎对待伊的兄弟姊妹无？伊会当伫迄个所在荣光上帝有利益人无？咱其他人嘛拢共款，咱咧上班，咱做老板也好，咱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干部也好，咱做一个人的职员嘛好，不管安怎。你会当荣光上帝有利益人无？你转到厝里，你甲你的厝边的人，你会当安尼袂？这拢总互咱会当来伫遐来思考，上帝创造咱有咱的命定哩。你会当挖出来袂？你就会当建立一个好即个关系，因为毋是你家己认定安怎，是上帝认定你安怎。上帝认定讲你爱荣光上帝，对人会当得到利益，互人会当得到利益。第三课咱讲到尊贵。尊重的即歌手，咱讲的是保罗。保罗伊的宣教过程中间，伊提摩太啦，还是即个同工，伊拢对迄种的尊重伊，伊看重因。特别伊写一个叫做《腓立门书》，无一章尔，无第几章，就是第1节到25节。因为什么写这篇呢？是为着一个奴仆叫做阿尼西姆。阿尼西姆伊偷摕伊的主人的物件，等于咧逃走，但是当着保罗传福音，伊总诚做一个基督徒。
但保罗鼓励伊爱倒转去面对伊所犯的毋对的，所以伊爱转去伊的主人迄个所在。主人有可能就甲伊处死刑伫咧，但是保罗爱伊倒转去，保罗就写即张批，伫迄个所在苦劝伊的主人腓利门。毋茫讲伊嘛已经受洗咧，伊的主甲你的主共款，甲咱的主拢共款，拢是主耶稣基督。咱是边顶的人，用即种方式是伫遐来咧勉励，即表示讲伊安怎来尊重人伫咧。但是咱搁倒转来看，咱的主伊搁较尊重咱。伊的尊重咱是搁较高超的，因为上帝伊差遣主耶稣来时，到世间留伊的保费。咱毋值得伊安做，但是伊安尼做，伊留伊的保费救咱的时阵，伊伫遐尊重人，无照着讲咱一定要照伊意思行。对伫爱电动园的时，就一个善恶果，互人家己去做决定。伊为着咱顶是伫家顶的时，伊嘛无勉强咱一定着要接受伊。伊伫遐咧听候咱，伊咧瞧者咱。咱看起的是主伊安怎伫遐来咧尊重人，所以咱来当接受主耶稣做咱的救主，伊来赦免咱的罪行，咱得着性命，咱就尊重别人的性命，然后咱就当成做人际关系高手的。当然，今日进到第4点，要讲肯定。上帝对肯定的立场到底是安怎？上帝伊对肯定的立场是甲咱讲，伊伫创世纪就已经互咱知影。因为创世第1章第31节时，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了，第6天的时阵，伊伫遐看一切所做的，看真好。法务办公室看为甚好。伊伫遐看了这时，伊家己感觉真满意，所以伊就对家己非常欣赏家己所做，肯定家己所做，肯定甲学乐其实是创造力的一部分。我毋知咱家己每工暗时要困以前，你毋知咱思考着今仔日咱所经历这咱所做这代志，你毋知咱肯定，你毋知咱家己自我肯定讲啊，我会当交差，今仔日我所做应该是下伫上帝的心意。啊是若无的时，咱就知咱来反省，伫后悔时，咱就毋通互这代志搁伫遐来发生。上帝以后咱会当肯定咱家己的，就敢亲像伊肯定伊的共款。啊，主要说，都正着伫到伫地面上的时阵，要成这弥赛亚的工作非常的困难伫咧。所以上帝伫伊需要的时阵，就出声甲伊讲，出声2摆讲，即个是我所疼的囝，我所欢喜的。一摆就是伫行洗礼约翰要甲耶稣洗礼刷的时，天开开有声甲伊讲，即个就是我的疼的囝，是我所欢喜的。互即个主耶稣的身份会当得到确定，伫伊非常重要的时刻时，上帝伫遐来肯定学落伊。第2摆是伫山上，伫即个山顶要变貌，要进到伫耶路撒冷的时阵，要进到伫受难酒的时阵，佫一摆肯定伊。到伫山顶变貌，有摩西、以利亚出现的时阵，佫一个声对天顶讲：，即个是我疼的囝，我所欢喜的。上帝伊对即个肯定甲即个称赞立场非常的清楚，伊以后咱嘛会当学习安尼。咱看到旧约中间，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带几啊百万人出埃及，到伫旷野，毋是到伫有一个所在有物质非常方便的所在，伫迄个旷野说要安怎来引带遮个人？所以足侪即个埋怨的。甚至到伊的哥哥阿伦，甲伊的姐姐米利安嘛，伫迄个所在来怀疑摩西，讲敢有影？敢若上帝敢若当透过你讲话，阮嘛是先知的，哪会无透过阮咧讲话？迄阵上帝出声，记载伫民数记第2章第7节到第8节，上帝安尼讲：我的奴仆摩西毋是安尼，伊尽忠伫我的全家，我要面对面甲伊讲话，就是明明讲，无用猜语的。佮伊要看见耶和华的形象，恁嫌我的奴仆摩西啥事毋惊？上帝竟然替摩西伫迄个所在来讲话，一方面就是要肯定摩西，要学了摩西，讲伊是啊，伊是尽忠伫我的全家。相时来咧，诚侪即其他人会即警告伫，所以咱看见，那真理中间真正的肯定甲学了。
会带来即个影响伫咧。伊影响包括啥？会产生真大的即个溃烂伫咧。伊嘛会互即个真沮丧的人伫遐得到喜乐，嘛互即个失望的人会当得到希望，然后迷失方向的人会当得到目标。当伫顶回时，我要讲起迄个故事，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伫车头附近行过，伊看见路边的时候，有一人摆即个，敢若去食共款，还有摆闭伫伊的头前，佮一块碗伫遐时，伊就经过这个下100块伫咧，想讲即个是去食，伊就行过去。无偌久，伊佫挖倒转来，伫迄个所在，甲即个人甲回失咧，讲是咧，歹势，我想讲你是去食，但是我才想到讲你头前摆物件伫咧啊，所以你是生理人，你毋是去食，所以我甲你回失咧。当我用100块甲你买即支笔，伊就甲笔摕，就倒转，就离开啊。经过11年以后，即个人佫经过即个车头时，有人甲发声，就是迄个赞颂的人。伊伫遐甲伊讲，即个就是我开的即个店。我会安尼做，就是因为你当作讲我是生理人，我想对，我就是生理人，我来诚做一个去食共款，所以伊就伫迄个所在开始努力。真正诚做一个生理人着，所以伊要来感谢即个人，人的肯定会产生力量，产生一个望伫咧，产生一个新的即个目标伫咧。伫南非的时阵，约翰尼斯堡有一个囡仔，叫做山姆，伊10岁的时阵得着血癌，血癌开始接受即个化学的即种治疗的时阵，咱知化学的治疗的时阵。化疗已经开始，即个头毛会落，人啊，规个头壳拢无毛的时阵，变一个光头安尼。伊休一段时间无到伫学校，伊感觉真无好势，所以一讲伊即摆伊治疗了，然后心情较好时，伊就讲我要倒转去学校，但是足惊吓的，我诚做一个甲其他人拢无共款，我是一个光头的，安尼要安怎倒转？但是伊佫足爱倒转去，伊的父母就要带伊倒转去。迄天时间到时，伊行过迄条路，伊就伫遐真坎坷不安。我毋知影要安怎面对我这学生，我这同学。这教室内底本来叽叽喳喳，大家咧讲话，突然伊入来时，大家拢静落来，大家拢看伊，伊也看这学生，看伊这同学，这同学，伊看见这同学机关那拢滴一顶帽仔伫咧，然后为第一排的人开始帽仔溜起来，一个溜起来。溜起来时，大家拢光头。你来一个所在，大家都互相伫遐拍鼓来欢迎伊。我甲伊咧看这，我受真大感动。人要安怎肯定别人？对心内去肯定别人，是真正的肯定，毋是嘴咧讲的那定，咧学乐那定。即个囡仔就受到这个同学伊的肯定，伊的接纳，伊的即个时阵，伊就伫遐画出伊另外一个人生出来。是真理中间的肯定，咱人甲人中间的即种肯定、接纳、学乐的时，确实会当互人有产生力量，互人有真正喜乐起来，有即个望伫咧。所以肯定甲学乐会当创造真亲密的即个人际关系伫咧。咱要来看讲上帝，咱来看主耶稣伊到底安怎？主耶稣伊嘛是常常来咧肯定、甲学乐、甲接纳。咱看见伊伫便伫即个圣殿中间，看见人咧奉献的时阵，有看见这财主奉献真多，但是即个一个长官的奉献2个银仔尔定。伊伫迄所在甲伊学生讲，我真实甲你讲，即个送香的副长官人所献的，比正人所献的较侪。因为这人是对因有剩的迄伊就去献，但是这个富人人是对伊也无够的，一尽迄伊所挖苦的来挖的。耶稣常常伫这个适当的时阵，伊会当非常了解咱，伊会当非常明白，伊会当接纳咱，伊会当肯定咱，伊就伫迄个所在来肯定。佫有一个备总就是管100个人的兵的即个长官，伊为着伊所听的即个罗卜，
这个萝卜对伊真宝贝伊的时阵，伊破病，伊搁听见耶稣会当医人病，伊就派犹太人的长老去找即个耶稣，讲会当来医治伊。这长老嘛做证讲，即个病种真好，伊替咱来起即个会堂伫咧。所以耶稣就缀伊要去医即个萝卜。到一半的时阵，即个病种佮派人来甲耶稣讲：耶稣啊，阮袂堪得你到伫阮的中间，我嘛是有罪人，所以袂堪要来见你。阮只有干祝你讲一句话就好，伊的病就会好起来。就哪亲像我是做官，我叫即个人去，伊就去；叫伊个人伊来，伊就来；叫是伊做啥，伊就做啥物。所以你是有权柄，你安尼讲就好。哇！耶稣就向别人来讲，来肯定伊讲：我甲恁讲，亲像即号的事，连以色列中，我也袂拄着。耶稣常常伫遐来肯定，伫遐来学老人的即个所做。耶稣伫伯大尼的时阵，马大甲玛利亚到因兜的时阵，马大伫遐咧无闲咧传物件，要交代耶稣，但是玛利亚坐咧听耶稣。当代志做时，马大就开始来怨，但埋怨的时阵，耶稣伫迄所来肯定玛利亚所做，伫遐讲：你所欠用的是一项若定，因为玛利亚已经经着好的婚约，就是袂甲伊抢去的。耶稣利用即个机会。真正确的即个观念，伫遐来肯定什么人所做，将伊的即个旨意，互人会当来知影的。到耶稣要受咱前的6天的时阵，佫有一个妇人人，有的圣经是写讲就是玛利亚，伊伫迄个所在摕一个即个真正即个哪打香膏，然后甲拍破，用伫耶稣的身上，讲照着即个当初的计算的时阵，即罐的即种香膏的时阵。逐日一个工人一年的即种薪水，所以这萝卜，这伊的学生讲，哪会遮尔啊浪费？哪会不爱将即个甲卖掉来真济即个送用人？主耶稣回应伊讲：伊所行的对我是好事。恁常常有善用人甲恁做，但恁无常常有我甲恁做伙。普天的无论什么时阵传即个福音的时，要讲起即个妇人人的所行来纪念伊。耶稣当一个人做对的时，伊受到别人的即种伫遐来咧批评时，伊就肯定伊，来学老伊，来接纳伊。今仔日所看的这个圣文节，嘛是另外一个记载，记载伫约翰福音的第1章，所以表示讲是主要说拄啊开始要做即个弥赛亚侍奉的时阵，伊所表现出来的是即个肯定甲学老人的即种典范伫咧。咱关键是即个约翰安德烈。这几个人看起这代志，知影主要说是这个弥赛亚，就去报人知的这个好代志。然后看见一个叫做腓力的，主要说就腓力嘛发现讲主要说就是弥赛亚，所以倒转甲伊的朋友拿但业伫遐甲讲，摩西伫这个律法甲这个先知所记载这个，阮已经拄着啊，伊就是约瑟的囝拿撒勒人耶稣。这个拿但业到底是甚么人？伫这个新约，伫这个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拢总无讲到这个人。只有约翰伫这段中间提到这个拿但业，以及到20章的第2节的所在，佫提到。迄阵是住国外的时，以后这学生毋知要安怎样，就到海边伫所要讨鱼的时，有写着彼得甲这个拿但业，以后都毋捌佫看见。所以真人咧怀疑讲，为什么特别是写一个拿但业？是毋是12个学生中间一个？还是这个学者研究的结果是发现讲，伫这个有2摆写着学生的12个学生的名的时阵，拢有讲着腓力甲巴多罗买，腓力甲巴多罗买，所以每摆出现时，拢这2个名夹做伙，所以真可能这个巴多罗买就是这个拿但业。因为腓力招伊过来，不管伊是甚物人，伫即个所在上，耶稣甲伊中间有一个对话，当伊腓力甲讲，阮见到即个弥赛亚的时，你做来看吧。伊就是迄个拿撒勒人的即个耶稣，即个拿但业讲安怎？拿撒勒拣袂出什物好物啊！咱看见啥啦？咱人常常有即种袂当信任别人。
袂当接纳别人，甚至有一种足偏见的先入为主，看伊这个人的清塔，看伊这个人的讲话情形，看伊人这个面貌，咱就感觉啊，伊大概是属伫倒一顶人啊，你就开始就已经有一个偏见伫遐来产生啊。拿但业嘛是安尼，其实咱人嘛非常容易，牧师就犯了一个真大的一个唔对的所在。为乌干达的一个牧师叫做穆耶汉牧师，伊伫4年前的时候到伫台湾来。咱搁较早以前，咱要伫即个跨年的祷告会时，咱要办即个乌干达的转化。迄个国家是50-60%的即种艾滋病的，经过上帝介入了、转化了的时阵，变做5-6%的即个艾滋病，刚到客满变做拢总关无人。为什么会当安尼？当然是上帝开力，但是伫地面上，什么人甲伊配合？穆耶牧师就是其中上较重要的一个人。伊甲即个总统是面对面坐咧安尼讲话，但伊头一摆来的时阵，有即个消息讲穆耶牧师来，要伫倒一个所在，邀请即个牧者会当去参加。我一直嘛头一个心内想讲，乌干达会当出什么牧者出来？伫些所在认罪，我去头一摆去听伊讲道的时，我发现到我错了。即个人，即个牧师，伊若毋是亲身经历着圣神会开在伫伊中间，伊若无亲身经历着伫乌干达的即个转化，伊无亲身甲主伫遐的做工，经过遮个，伊无可能讲出来我所听见的遮真理。伊甲这圣经甲上帝的关系讲了非常的清楚，是我以前毋捌听见的。当场我就伫迄个所在认罪悔改。我讲这意思是要咱知影讲，咱人真容易有即种偏见伫咧。看到即个人讲话的即种的形式，看到即个人的穿搭，看到即个人即个打扮的时，哇！看这种种的时，咱开始看伊开什么车，咱嘛马上就想伊无共款的所在去，有即个偏见就伫遐来产生。拿但业嘛是安尼，拿撒勒会当出什么好物啊？主耶稣对伊的回应是安怎讲？甲讲看。你看真正是以色列人心无归家的人。法古办讲，这是个真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。这台语的翻译较健康，伊是真正是以色列人，毋是讲真以色列人。真以色列人会甲伊想着去，敢若只有这个是伊的模范，咱就只有掠伊做模范，迄个才是真以色列的意思。无伊意思是讲，你真正伫上帝心中毋望的迄种以色列人，心内无诡诈的人，没有诡诈的。上帝爱咱嘴的讲的，甲心所想是完全是共款的。所以主要说甲肯定讲，你就是安尼的人。那等下听见了，伊伫遐讲，你对倒落来捌我，主要说甲伊讲，非礼还未救你时，你伫无花果树的，我都已经看见你啊。咱看见主要说，伊是神也是人，伊有非常即个真会当去注意到这真细点的所在，伊也当知影，伊嘛知影爱安怎来肯定人，肯定人了后时会当产生即种创造力，佮一个真大的即 empower， 就是加开了伫你的身上的即种功能伫咧。咱看见伊安尼讲了后，拿但业马上回应讲：拉比，你就是上帝囝，你就是以色列王。咱袂记你是约翰第一章讲起的呢。那照次序来讲，这是真早。啊，咱拄仔去看伊讲，这主要说讲，伊是心内无诡计的人，无诡诈的人，嘴所讲甲心内所想的就是共款。拄仔开始拿但业伊就会当回复讲：主，你就是上帝的囝，你是以色列王。比着是到已经特别到主要说要受定前，才伫遐来宣告讲：你就是上帝的囝，你是弥赛亚。咱看见为什么伊会当安尼？主回应伊的是安怎讲？讲你要去看见比这代志更大的，你也要看见讲天开开，上帝天使会降落伫我人子的这顶面。原来伊伫迄所在上，主要说已经就人正面的这回应时，就宣告伊的使命甲伊的救恩。你以后要看见的，乃是这样啦。
我主耶稣为着恁定死的价，所以救恩就透过安尼流落到伫咱的中间。圣神也透过安尼到伫咱的中间，要成做人的即个帮衬。咱看见肯定是遮尔啊重要的，咱需要有即个肯定的态度，甲肯定话语，咱就会当带来即个创造力，甲即个 empower 即种非常大的即个功能的。特别咱伫教会中间。咱真可能教会中间发生真侪什么代志，咱无一定拢真清楚。有两种对即种无清楚的时，常常有两种态度。一种讲奇怪，哪会安尼呢？就一种是讲，虽然我毋知，但是我确实，这负责人伊绝对有伊的理由的，伊才会安尼做。你毋知要成做倒一种人？你若是肯定学习着主耶稣的肯定、甲学乐、甲接纳的时，你应该属伫后半半这个人的，我嘛无明白呢，但是我知因是一个真正的路步，伊会当真正伫伊所教导的代志。我虽然无明白，但是我相信伊，我肯定伊。毋是讲我所有代志我拢爱明白，我无明白我就开始讲，我嘛毋知呢，足奇怪的呢。咱伫即中间。咧，即个拜六咱要四季宣教，你知影这四季宣教，这参与的人，足侪时间暗时拜二暗、拜几暗，因拢来这所在来咧练习的。社区报，这编辑的人、采访的人、发行的人，这人因外嘛足侪时间开始去采访，然后开始编辑这点样出来，不要用这个时间出来。当咱看到因这演出，看到这社区报出来时，咱毋知会当甲肯定。咱毋知会当伫迄所在甲学乐、甲接纳袂，毋是讲啊，这敢有啥物效？这总是一个真负面的话。咱咧学习参像主耶稣共款，伊互咱的学习就是啥？拢总肯定。最近咱伫 FB 中间，咱足简单的，牧师嘛常常讲着，我甲你饲几个赞，肯定伊。但是有哪咱们呢？这真真诚的肯定。所以咱咧学习，迄个上个简单，个会当，伊就是啊肯定伊。你虽然是讲赞，你来当佫讲着你真好，我感谢你。我相信佫较带来即个伊对伊的帮助。但是这是爱真诚的，毋是虚假的。表面敢若讲啊，你真好，我感谢你。其实背后是伫遐咧批评一大堆。所以后壁我加一个，因为安怎？你爱讲出来，因为安怎？哇！因为你的努力，互我有加一种机会，会当从咱的社区中间，伊会当了解咱家人教会，咱嘛会当将伊所需要，整做一个平台，互因的心声，会当互政府来知影，这是咱办社区报的原因。透过戏剧宣教是要互人透过戏剧，咱知影讲看，伊的接受度才几趴尔啊，看，佮听，佮加几趴出来。看，佮看去即个演技，哇，佮加几啊拍出来。咱的目的就是要加强印象，互人会当接受到即个福音的。虽然因的演技无一定是上介好，袂当得到奥斯卡，但是咱敢袂使甲讲，你真好，我感谢你的付出的。爱有即个肯定，有即个学乐，即个接纳的。上介简单就是讲一句话：你真好，我感谢你，因为安怎？咱基督徒要安怎来感谢？咱感觉咱已经有新生命的咧。特别今仔日是咱所谓外围咧讲，叫做中原普渡，因伫遐开始有惊兄是无来拜袂使，你无拜这好兄弟、好兄姐啦。伊安怎会当会产生咱的即个无平安伫咧？是安怎？咱基督徒毋免，咱有平安有喜乐，甲咱相合做，为什么？因为主保护着咱。你捌因为安尼来肯定、来感谢主啊无？你捌安尼讲？耶稣你真好，因为你定死伫十字架，为我的罪来死。耶稣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为了我死，所以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。毋望咱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常常会当用肯定、甲学乐、甲接纳的这种态度去面对。这就真做你一生命的一块力的，互咱建立，会当得到更较好的人际关系，然后你就有这个机会，
会当伫迄个所在来传福音，互咱会当更较侪人会当来接受到主的听伫伊心中。愿上帝祝福伫咱每一个人愿意来挖靠伊性命，要得到改变的人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美听当阿爸爸上帝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听阮，你将你的独生囝来赏赐互阮。阮阁对伊来学习到侪侪，伊安怎来肯定、来学乐、来接纳到伊所看见应该爱学乐、应该肯定、应该爱接纳的。但阮嘛还要学习，阮甲人的中间，不管甲任何人中间，阮拢需要用肯定、用学乐、用接纳的即个态度来面对，是真实的。阮常常思考的是伊的好的即个部分，毋是即个歹的即个部分。主你来帮助阮，因为透过安尼，阮就建立一个真正确好的即个人际关系，阮就有这机会当将福音来传出。主你来帮助阮，互阮伫来即礼拜中间的即个小组，阮透过阮的分享，就要加做阮逐人的帮助，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。这是阮要同时用主所教示阮的主导文来祈祷讲：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。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呢，亲像伫天呢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